逻辑上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我们相信你，得救的盼望都在于你，我们得胜的盼望也都在于你。阿们吗？好，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起立，一起用敬拜赞美来归我们的神。好，一起来拍手。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耶稣基督为我生命记录，从此记录永恒爱的约定。我们重来一唱，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记录永恒爱的约定。想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让我们找5个人，跟他说：借着耶稣，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借着耶稣，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借着耶稣，我们得自由了。借着耶稣，我已经得自由了。借着耶稣，我们已经得自由了。找5个人，找5个人。那么重来敬拜他。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记录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定罪都已过去，也感谢神。定罪已过去，控告已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主，因为你罪的赦免，罪已的赦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以耶稣的名。主，我归给你。定罪已过去，控告已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罪已的赦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以耶稣的名。还能信下来宣告。定罪已过去，控告已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罪已的赦免，就是
过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哈利路亚！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门。得胜的君王就在我们当中，阿门。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主耶稣，你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你是世界的光，照亮了黑暗，也照亮我们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与光，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走。主耶稣，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你，愿天上地下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耶稣。让我们用这首诗歌，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来敬拜他。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世真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对，所以你就是世界的光，主啊，信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啊，谢谢你如此恩待我们。敬拜他世界的盼望，耶稣。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世神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
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我们在耶稣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之光。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复活，我们黑暗不再掌权我们，死亡也不再捆绑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得着新的盼望以及永活的盼望。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这位永活的耶稣。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领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因
锁链，你必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必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必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主耶稣是永活的盼望。主耶稣永活盼望。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阮的天父上帝，阮大大来感谢着你，因为互阮万国万民齐声来敬拜着你，普天的正教的同心来高举主你的名。阮感谢天父上帝，你把你的独生囝来赏赐互阮世间人，互伊用着这个无罪的身躯的性命来牺牲钉伫十字架顶，来为阮来成做救赎的主。互阮对着了性命，互阮对着神来充满着了毋忘甲着真理。爸啊，阮感谢着你，阮知主你何等的疼痛着阮。你伫阮的生命当中，日日引带着阮，伫头前正做阮的光灯，互阮伫阮的生命当中，阮无论面对着了经济的困境、事业的艰难、学业的需要、智慧，阮的等等，阮知天父上帝，你每一天用你丰盛的慈爱甲恩典，你来款待着阮，你来供应丰盛着阮，阮为安拢来献上感谢。但今仔日，主你的搁活的日子，阮犹原欢喜的心，阮聚集伫你的圣殿，阮齐声来敬拜着你。阮也今仔日要透过着圣歌队的诗歌来颂赞主的名，也要透过着兄弟的见证，搁一摆来看见着天父上帝，你伫阮的心中所做的大能大力，也要透过着牧师的经文，搁一摆来刺察阮的心，互阮知伫阮的生命当中，阮应该更加多圣洁。更加多来跟对主你的脚步，但爸上帝，阮的需要，阮摆在你面前，因为你拢知。当阮今仔日要搁一摆来恳求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悬悬坐伫迄个宝座顶，互阮来高举主你的名，互阮的教会会当用合一的心，互阮会当时时来教着主你的脚步，三个当行，正做即个社会的光灯。主啊！搁一摆伫你面前，阮安尼谦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是咱来三角来共读圣经。咱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20章的第1节到第9节，咱大家来看见无？我来读吼。礼拜日的透早，天又未光，约达列的玛利亚去墓地。看到门口的石已经刷开，伊就行去找西门彼得，搁去找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答因讲：有人将主对墓里刷走，阮毋知因甲伊放伫倒位。彼得甲迄个门徒就去墓地，两个人做伙行，迄个门徒比彼得行较紧，先到墓里，伊压落去看墓内。看到幼麻布盖伫遐，毋过无入去。西门彼得随后嘛到入去墓内，伊看到幼麻布藏伫遐，嘛看到包扎耶稣头壳的巾无甲幼麻布盖做伙，卷咧另外藏。先到墓迄个门徒嘛入去，看了就信，佮又未了解圣经的话。讲伊一定对死人中国活以上，
这时咱要来请林家吉弟兄来做见证。林家吉弟兄，大家平安，我是嘉吉，我目前服务在保安警察第一总队，那官阶为2线2星的警务员。那在未信主前，曾有一段荒唐及悲惨的岁月，故事就像八点档撒狗血的剧情一样。我18岁高职毕业后，从小警员当起，由于当时嘴甜腰软，做事勤快，加上头脑灵活，马上就被长官拉到身边，负责单位总务的工作，直接听命主管一个人。那当时就在1人之下100人之上的工作环境，然后又接触到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然后吃喝嫖赌就样样来。印象中比较夸张的几件事是，曾经多次喝醉酒路倒在大马路，那也曾喝到天亮，酒店打烊了，醉在包厢到下午才醒来。然后因为如此，我常跟太太起争执。有一次大女儿在3岁左右的时候，我跟太太吵得特别激烈，她就很失望的跑回娘家。当晚我又抱着我大女儿又跑去酒店喝酒，女儿就交给少爷跟公主在隔壁包厢照顾，我继续流连忘返在莺莺燕燕的花花世界里。然后婚后也多次外遇、劈腿，周旋在多名女子之间，做过许多荒唐的事，埋下往后的苦果。在我心没有在经营家庭关系下，太太把心思意念都放在娘家岳父的事业上。后来岳父因遇到当年省议员黄某某联合土地代书跟户政机关的作业疏失下，将岳父在林口当年市值1.4亿的土地，在一天诈骗过户。岳父为了取回土地，与对方诉讼，冤狱了3个月，在周遭亲朋好友帮助下，又筹款又误信了司法黄牛，可以为其打赢官司，结果又被骗了一笔金额。岳父发光所有的积蓄诉讼，太太就与我讨论，用我公务人员的身份贷款来帮助岳父打官司。然从缠诉多年后，被告病故，最后法院预支不受理判决。为了这件事，我和太太2人从此背上巨额负债。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2个女儿，老大才9岁，老二6岁。我们夫妻为了切割债务，避免债主找上门，经过讨论后办理离婚登记。这段期间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因为负债，我被扣薪了1/3，这让我在同事之间抬不起头。曾经那时候为了要过日子，跟同事开口，也遇到极大的羞辱。他说我们是救急不救穷，可是当下真的是又急又穷。我体会到1文钱必死英雄好汉的感受，就冒起轻生的念头，但我没有勇气。甚至我如果做出傻事，不止我个人结束生命，可能最后连太太、小孩还有父母亲都会步上后尘。后来我和太太为了增加收入，养大2个女儿及偿还债务，2个轮流就开启白牌车的机场接送服务。太太在一次载客时遇到一个弟兄传福音，邀约我们到教会聚会。我不好意思，太太她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知道我心硬会拒绝任何宗教信仰，便将对方的邀约推给我。岂不知我因弟兄的一句话：“你们都试过了这么多神了，多试一位又何妨？”我便答应弟兄的邀约，在第一次参加教会小组的家庭聚会，在享用爱餐后，长老问我说：“有什么可以为我祷告的吗？”我突然心头一震，内心最深处像被触摸到，情绪完全压抑不住，在一群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我嚎啕大哭，眼泪止不住狂流。事后，太太和2个女儿都问我说：“当下我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失态呢？”第2次去家庭小组聚会时，我一样听到诗歌就感动流泪。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遇见主耶稣来安慰我，让我如释重负。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后来遍美洲，从桃园到台北参加主日，每当唱歌敬拜时，我就泪流满面，经历神的恩典。一段时间之后，在教会兄弟姐妹的陪伴下，我们全家于2008年都受洗归主。接着我邀请母亲前来教会，她也深受感动，后来也跟着受洗归主。受洗后领受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从外勤工作转为内勤工作，可以固定休礼拜天，可以每周从桃园到台北参加主日。后来太太看到我的改变，加上教会的辅导与教导，我跟太太就在2009年，在上帝和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死誓，并接受上帝的恩典祝福，再次的办理结婚登记。太太一次陪同岳母去妇科看诊时，随口问了医生，说10几年没避孕也没怀孕，有没有机会再生第三胎？医生说太太的身体状况已属于不易受孕的体质了，若是想生第三胎，一定得借由人工受孕。就在重新结为夫妻没多久，神赐下第3个女儿给我们，整整与大女儿相差15岁。女儿们知道妈妈怀孕，马上跟我及太太说，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因为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祝福。即使当时负担及周遭的亲朋好友都暗示我们要考量现实环境，说我们无法好好生养第3个小孩，我们也不敢兴起拿掉小孩的念头，全凭信心及教会的陪伴来度过那段日子。讲到这，就觉得非常对不起太太。生老三的时候，她没有好好的坐月子，常随便吃，也没有喝过几餐的鸡汤。现在回想，我几乎都是买泰山的黑八宝粥，让太太坐月子肚子饿的时候吃。后来太太陆续先取得保姆人员丙级技术证，从事保姆工作，后取得中餐丙级烹调技术士，从事到宅月嫂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我在2015年考上警察大学，当时学校餐厅有一个摊位要释出，我很有兴趣，认为学校客群稳定，又周休2日，不影响参加主日。2016年初便东凑西凑，凑了20万顶下的那个摊位，太太就从到宅月嫂一头栽进了餐饮业。当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及顺利，好几次遇到挫折，让我心梦退役的时候，上帝总会让我们夫妻在祷告中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许多餐饮业都暂停提供内用，我们改变原有的用餐形态，改做外送便当。另外因业务上的接触，我对政府采购的标案程序有所涉略，和太太讨论后，决定承揽检疫所的便当的标案。就这样从当时的20万创业一路走到现在，时隔10年，就在今年2006年初，我们拿到了2000万的标案。感谢主赐给我们家从20万到2000万的100倍的祝福，因为神同在，他有数不尽的恩典。过程中总会有软弱及灰心，但因着认罪悔改，与神和好，就能领受神给的丰富生命与喜乐。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目前可能也在低谷，面临困难，但黑夜总将过去，黎明总会到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再能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相信上帝，让你的故事更精彩。
我们用掌声来谢谢圣歌队他们的献诗还有赞美。请跟你旁边人说复活节快乐。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复活。约翰福音第11章。约翰福音第11章。好，那在准备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第11章。约翰福音第11章。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
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你兄弟必然复活。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请主来看。耶稣哭了。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好，我们给年轻人一个掌声。我们看见拉撒路复活了，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拉撒路复活啊，谢谢耶稣。拉撒路复活，我们也会复活。今天是什么节？复活节要做什么？吃蛋。啊，好，那既然讲到蛋哦，好，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之后呢，每个人会得到一颗复活蛋，吃了就会复活，阿们。啊，不吃会不会复活？啊，也会复活。怎么样才会复活呢？信耶稣，好，就会得着永生哦。好，我们在过去的40几天，今天是第43天啊，我们一起读了约翰福音。从约翰福音当中呢，好，那我们可以看见有7个神迹啊。
好，所以呢，牧师要来帮助大家，好，把过去43天我们所读的呢，能够做一个快速的复习，从最左边的上面，好，往右走。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水变为酒，表示我们要两人要怎么样？同心，与主同心。第二个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好，所以我们看见神迹是带来全家信主。第三个神迹是医治在那个池子边，好，38年的瘸腿，好，那么看见他能够恢复他的生活，所以他能够工作无缺。第四个神迹呢，好，是在这个加利利湖，好，喂饱几千人，5000人。好，那耶稣的神迹不只是要喂饱他们，还要告诉他们要有生活的什么目标，好，要找到生活的目标。那第5个神迹呢，在同一天，好，耶稣喂饱5000人后，就行走在水面上。好，那这水面上呢，是要教导门徒什么呢？突破信心。好，那第6个神迹呢，是医治那生来瞎眼的人，所以耶稣要给他一个超凡的眼光。最后一个神迹，好，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台上所演的，好，就是拉撒路复活。不仅仅是拉撒路复活，而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死后都怎样？死后我们也都会复活。所以这7个神迹呢，好，代表着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相信耶稣的人都要得到这7个神迹。阿们。好，跟你旁边说，相信耶稣的人都要经历这7个神迹。相信耶稣的人都要经历7个神迹。哪7个呢？再念一次：两人同心，全家信主，工作无缺，生活目标，突破信心，超凡眼光，死后复活。阿们。这是相信耶稣所带来7重的祝福，还有7重的礼物。而在约翰福音当中，不仅告诉我们这7个神迹，甚至耶稣还跟我们介绍7个我就是，7个我就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7个我就是 I am， 好，我就是那位，能够跟这7个神迹结合呢？好，所以牧师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第一个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多结果子。那第一个神迹是使什么？水变为酒，酒是什么做的？葡萄做的。好，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而第二个，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因为好牧人为羊怎么样？舍命。所以耶稣医治那大臣的儿子，好，虽然没有舍命，好，但是呢，舍命陪君子。好，所以这个大臣的儿子呢，死里他病得快要死了，但是耶稣的一句话就让他活过来了。而第3个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羊的门，好，代表羊可以找到什么？草，然后就可以吃。所以在这个毕士大池旁边的这个瘸子，38年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出这个门，没有办法找到草来吃哦。但是耶稣叫他拿起他的褥子起来行走，就在安息日那一天就医好了他。而第4个呢，喂饱5000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了我永远不渴，永远不饿。所以第4个神迹，也就是耶稣自我启示，我就是那天上所降下生命的粮。而第6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哪里？到父那里。所以走在海面上，海面上有没有马路？海面上有没有红绿灯、斑马线？也没有警察开罚单。但是呢，走在水面上，就是在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当中，让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而第6个神迹呢，就是开那瞎眼的眼睛啊，生来是瞎眼的，所以耶稣说我是那世上的光，而看见这光就怎样？不在黑暗里走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成为光，让我们不住在黑暗当中，而不在黑暗里走。最后拉撒路第7个神迹，耶稣说我是复活，因为呢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死。所以相信耶稣代表我们可以把这7件事情都可以得到。哪7件事情呢？下面4个字多结果子，大家一起来念：多结果子，为羊舍命，找到草吃，
永不干渴，到父那里，不在暗里，永远不死。所以相信耶稣，我们会得到上帝给我们7重的祝福神迹。而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会发现耶稣使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永远不死。今天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讲，牧师要跟大家透过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好，来跟大家一起来过复活节这幅画呢是100多年前好，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个画家。他所画的拉撒路复活的这个图而这个画家 Edward 爱德华呢，好，他画了这个图呢，好，是在100年前那个当代，你就会可以看到那时候他们所穿的衣服甚至他们的墓碑，还有他们的棺木，好，是用大理石所凿出来的墓。有没有看到耶稣在哪里？有，就站在中间。那耶稣手摸的那一位是谁？玛利亚。他的左边呢？马大是他的姐姐马大。好，那有没有看到拉撒路呢？有，在哪里？在右边的棺木当中那个是大理石的石棺当中，而他已经复活了。好，人家就帮他把布解开那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件跟复活节有没有关系呢？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不是耶稣复活。但是我们要在今天的复活节来看拉撒路的复活，与拉撒路一起庆祝复活节。跟旁边说，我们要与拉撒路一起庆祝复活节。如果你是拉撒路的姐姐，会不会很开心？本来哭得很难过，好，但是你发现自己怎么样？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好，甚至觉得那些的伤心难过怎么样？一扫而空，全部都不见了。因为他原来很爱的人，居然又活过来了，所以他会发现，哎呀，我刚才的哭是怎么样？白哭了。如果他提早知道说，不用担心，你弟弟会复活，他还会不会哭得那么难过？不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与拉撒路一起庆祝复活节呢？有3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对耶稣而言，死了其实是睡了。好，请跟旁边说，死了其实是睡了。好，在我3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好，小朋友都需要消耗体力，常常会带他们去公园，好，甚至有放假的时候会带他们去乐园，好，去这个义大世界，好，那他们去那边就可以拼命的消耗他们的精力，玩到累了，他们就会怎样？好，最后一个就是坐那个摩天轮，好，坐到摩天轮，他们已经怎么样？哇，从一大早就进来，然后过了中午又玩到下午，好，太阳都要下山了，这个乐园都要关门了，他们已经怎么样？把最后的力气都花完了。好，然后等到他们真的出门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小朋友就这样睡着了。好，他们真的是没电了。他们睡着呢，就从那个摩天轮被抱出来，然后抱上车上。然后呢，我不是说他们死了，然后他们呢又被从车上呢被带到旅馆，好，带到房间里面去。等他们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发现什么？怎么现在不是在摩天轮里面现在怎么跑到旅馆里面呢？其实呢，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结束的时候，你以为是死了，其实不是死了，你是怎么样？睡了。耶稣对这一群人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要去唤醒他。但是他们以为说拉撒路睡着了，就对这个耶稣说如果耶稣我们这个你的朋友拉撒路好，他多睡一点会好的比较快所以他们就说，那他就很快就会好起来了。耶稣知道他们跟睡跟死分不清楚，所以后来耶稣要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是死了，好，但是要为了使你们相信我不在他那里倒是好的。这一句话呢，会说耶稣你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你去拉撒路那边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认为说，当然耶稣去是好的，可是耶稣认为他去那边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当你看完拉撒路的故事之后，发现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给拉撒路全家是带来祝福还是带来灾难？灾难，带来苦难。因为那一群在不信耶稣是上帝的人，不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呢，他们甚至呢想要把拉撒路再杀死，甚至呢要再让拉撒路复活的拉撒路再死一次。所以对拉撒路来讲他复活了，应该是个人生最开心的事情。
没有想到后面还是多灾多难，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他能够看见，好，他不再是眼盲，也不是心盲，也不是色盲，也不是文盲，可是呢，他却被赶出会堂，他却被宣告永远不能够再进入会堂。但是耶稣说，他死了是好了，我不在他那里倒是好，但是我要使你们相信，使你们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告别式呢？牧师稍微算了一下，掐指一算，从2年前的4月回来迦南之后，到今年呢，目前为止总共主持了几场告别式呢？要不要猜猜看？10场，还有没有？总共呢有22场告别式。22场告别式，不包括我岳父，因为那不是我主持的。好，在这2年不到的时间，刚好2年的时间呢，22场告别式，每一场告别式呢，其实呢对牧师来讲，都是一个生离死别，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所爱的家人亲人离开，但是在告别式当中，我都一直相信，要带给人盼望的，不是只有安慰，不是只有诗歌，不是只有祷告，而能够带给人盼望的是上帝的话。阿们。所以牧师呢，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在这告别式，不管是入殓，或是告别礼拜、火化礼拜、安放礼拜，或是家庭的安慰礼拜，就是能够希望用上帝的话，能够来安慰这一些死去的弟兄姐妹的遗族，他们的亲人。所以在每次的告别式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也发现没有一次的讲道是一样的，每一次的内容是一样的，因为每一次呢，你就会发现上帝用不同的话在安慰我们，在告诉我们，这些死去的人，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怎样？他们其实是睡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13、14节。弟兄们，至于已睡了的人，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如果我们在告别式当中没有得到安慰，你会觉得天人永隔，生离死别，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你会非常的难过，好像那马大、玛利亚哭得非常的难过，好，大家都要跟他一起冲出去。但是当你有耶稣的话之后，你就会有指望，你就会有盼望。这些死的人，他们其实是怎么样？睡了，他们不过玩摩天轮玩得怎样？很累了，被谁抱走？被耶稣抱去哪里？抱到车上去，然后呢，抱去哪里？抱去旅馆。等到他再次起来之后，发现我在哪里？我在旅馆里面，在天上的家。我在天上的家，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呢，好像在儿童乐园一样。但是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家。阿们。跟你旁边说，神为我们预备是更美好的家。好，再跟他说，在地上不要玩得太累。其实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好，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的每一天。但是呢，有一天，当你睡了的时候呢，好，上帝把你叫醒的时候，你发现你居然是在天上的家。阿们。第二个呢，拉撒路他庆祝复活节，让我们知道，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请大家说一次，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啊！小时候呢，我的舅舅是开玩具店，那有一次呢，他送我一台遥控车，那台遥控车呢要1万多块，在我国小的时候，国小6年级的时候。就是离现在大概是40年前，快要40年前。在我小时候呢，那个遥控车呢是要自己组装，然后装一个电池，很大一个电池。那个遥控车呢，马力非常的大，这个呢，它真的是可以越野遥控车。所以当我玩那个遥控车呢，很开心。可是那遥控车呢，什么都好，
好，因为它是日本进口的。可是呢，只有一个不好，就是它的电池只能够玩15分钟。所以你好不容易呢，拿着遥控车到公园去玩，然后哇，这个遥控车呢很会跑，好，很会冲，可是可以玩几分钟？15分钟之后就怎样？又要回家了，好，要回家。但是我光走来公园就不止15分钟了，好，但是呢，这个快乐时间总是短暂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快乐的时间，你觉得很短。但是还有比这更长的，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我看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开这个特斯拉，好，有没有开过特斯拉？没有开过，好啊，你有机会坐特斯拉，好，但是呢，当你坐特斯拉最怕什么？没电，好，没电的话，这台特斯拉，好，就算它是再怎么样的高级，这个门再怎么样的开好，可是呢，好，这个特斯拉没有电呢，好，它就是给楼啊，好，就掉在楼丢好，就变成多余的。而耶稣呢，对马大、玛利亚，特别是马大，好，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马大、玛利亚看见耶稣来了，两个人都说一模一样的话：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怎样。好，但是他们认为说，好，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好，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知道耶稣曾经医好那大臣的儿子，他们都想说，耶稣啊，你如果早点来，我们弟弟的拉撒路他就不会死了。但是呢，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的，一定会复活的。如果耶稣告诉你说你一定会复活的，你会怎么接？而马大说，我知道他在末日一定会复活。好，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红色的字，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26节，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切吗？好，你信这话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以为你的电用完了，人生电池用尽了，就到这边。但是耶稣说还没有，上帝要给你充电，给你更多的电，是用不完的电。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啊！在这个礼拜，我们去探访松辉长老的妈妈，好，因为松辉长老的爸爸呢，好，在上个月蒙主恩召，好，那他是大体捐赠啊。那后来才知道说松辉长老的爸爸妈妈呢，都是慈济功德会的荣誉董事啊。你知道什么是荣誉董事呢？好，后来上网去查了一下，好，荣誉董事就是你要1年内捐多少钱？100万，你就可以当荣誉董事。请问有没有要当迦南教会的荣誉董事？好，来，我们来征求这个迦南教会的荣誉董事哦。但是呢，松辉长老呢，看得出来他一直很努力，想要跟他的爸爸妈妈传福音、做见证啊。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啊，而且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呢，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看见，即便松辉长老已经成为教会的长老，但是他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能够带领他的爸爸妈妈信主。但是感谢主，在松辉长老爸爸临终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呢，他还是有带他的父亲做决志的祷告。我们去探访他的妈妈的时候呢，他的妈妈也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接待我们。但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说那一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安慰他。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你去安慰松辉长老妈妈，你要怎么样跟他安慰？你要怎么样跟他分享？你要怎么样跟他来做见证呢？那么就只有带了一本什么呢？迦南教会60周年的探访手册。好，我们就带了探访手册去，什么都没有带。好，我们就这样就去。去的时候呢，就先认识聊天。好，然后呢，然后就来自我介绍，然后也认识他们的家庭。好，那知道他爸爸妈妈的故事。然后呢，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现在我们来为这个廖爸爸呢，好，为他来唱个诗歌呢？那么就唱了哪一首歌？相约在
啊，亲爱主牵我手，亲爱主看我手，好，亲爱主牵我手。然后唱了之后呢，我们就用探访手册当中安息的经文跟祷告文，好，就带着这个廖妈妈，好，一节一节的读，好，然后呢，读到了刚才这一节哦，好，就是约翰福音第11章的25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一定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我们探访手册就写到这里。结果他们念完之后，廖妈妈她突然说了一句：“我信。”好，她突然说一句：“我信。”在场的大家呢，突然被她这句话呢给吓到了。她怎么会自己回答耶稣说“我信”呢？好，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的话在动工，就在宋会长老的妈妈的身上来动工。就让一个是一个非常虔诚，好，你可以看到他家，好，墙上，好，还有墙壁上面、橱窗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正言法师的照片哦，还有一起的合照的照片哦。但是呢，好，当上帝的话、耶稣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在众人的面前突然说：“我信。”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用这个上面的经文，还有祷告文，和他的妈妈一起来祷告。那一天呢，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回家之后啊，收到松辉长老的讯息，收到这个松辉长老太太俊妙老师的讯息，收到松辉长老的俊妙老师的妹妹严秀长老的讯息，每一个人都认为说，哇，他们一直为这个婆婆好，为这个不是讲妈妈祷告很久了，好，亲给祷告很久了，但是没有想到她居然好愿意相信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有时候你连在传福音都会觉得那个电池好像用完了，15分钟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当耶稣的话就要为你充电，因为耶稣是无线充电，而且充电无限。好，跟你旁边说，耶稣是无线充电，充电无限。好，当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话，然后他的话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被他所充饱，而最后我们庆祝拉撒路的复活，好不够，我们看见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在这一段当中最伟大的话。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好，马大他讲出了一句话，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的。”而马大呢？这个在路加福音是这个忙手忙脚、忙进忙出，没有像他的妹妹玛利亚坐在那里好好的听讲道，选择上好福分的那一位马大。可是他却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他在末日一定会复活。”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相不相信你在末日一定会复活呢？相信就说阿们。在末日你一定会复活，阿们。在末日我一定会复活，阿们。而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的，凡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啊！”当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信耶稣，你就拿到了一个天堂的一个入场券。就好像耶稣的话进入在你的心中，让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而且永远不死。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要记住，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你若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荣耀，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即便耶稣要去开洞穴，告诉众人把这个洞穴挪开，可是大家非常的紧张。如果哪一天告别式，牧师突然说：“来，把棺木打开。”你会不会很紧张？大家一定很紧张。这个马大、玛利亚说：“不要啊，不要啊！这个拉撒路他已经死了4天了。”犹太人呢，认为人最多的就最多的。
在历史上有几次，就那么一次。后来有没有其他的拉撒路又复活？为什么只有那么一次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活着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必要活着。即便死了，也不是死了，而是睡了。而耶稣告诉马大：“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是对你说这句话，就是你要牢牢的记住，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请大家说一次：“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每一天，有一天我们都要进棺木。对有人来讲，他觉得他活得已经够了，他觉得自己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木。但是呢，你要进棺木的时候呢，希望你呢能够带着耶稣的话进棺木。耶稣在十字架上有7句话，这7句话呢，第一句是我们来读：“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饶恕这些伤害他的人。第二句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不管你生前作奸犯科，本来一个叫做巴拿巴，本来要跟耶稣一起本来应该钉在十字架的，结果呢，巴拿巴被放掉了，还有2个坏蛋呢，在耶稣的旁边。但是当你带着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够得救。第3，耶稣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当你要进棺木的时候，耶稣要告诉你，我们是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人生要结束的时候，跟家人的关系有没有和好，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句点？如果你没有的话，耶稣不让你进棺木。你要去尽力的与家人和睦。而第4句是在中午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候中午的时候，日头都变为黑暗，天都黑了。这耶稣呢，他跟上帝的关系好像那个黑暗一样，明明是中午，但是怎么变得好像伸手不见五指一样呢？而下午的时候呢，耶稣又继续说：“我渴了。”这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水分、心跳、血液一点一点的流失。而第6句话，耶稣说什么？成了。成了，就是他已经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而最后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父啊，然后呢？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的人生可以说：“主啊，我可以安然释放你的仆人去安然见主。”你觉得人生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十字架的这7句话，也代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能够与人的关系和好，能够与这些罪人与敌人的关系和好，与家人的关系和好。而那中午呢，是代表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困境。而渴了、成了，还有将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代表我们的身体、心灵、身心灵都要完全的释放去见主啊！所以十字架的这7句话，也是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要去遵行的话。好，跟你旁边说，十架7言是我们人生结束要遵行的话。十架7言是我们人生结束要遵行的话，与人、与神、与自己都要和好，我们才能够安然去见主的面。每次的告别式，我都把它叫做复活的什么练习曲，因为你参加告别式，就是不仅是参加别人的，也是在为你自己的告别式做预备。当你在告别式当中，你也在思想你的人生。有一天，当你是这个告别式的主角的时候，故人略历上面会写下什么呢？故人最爱的经文会是哪一段呢？故人最喜欢唱的诗又是哪一首呢？而会来参加你的告别式的人，他们为什么又会来参加呢？十架7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虽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目标，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
耶稣他让我们是睡了，我们只不过是电用完了，力气用完了，我们就睡在摩天轮当中。当你眼睛再次张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前面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是一个你没有去过的世界。耶稣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那杀人身体，就是会让人死的，但是不能够灭人的灵魂，不管是怎么样的死法，是疾病，是癌症，是意外，或是年纪大身体衰老，但是你的灵魂不过是睡了。这些疾病，这些癌症，要不要怕它？不要怕它。我们说是不要怕他们。不管是意外，不管是疾病，不管是恶性的肿瘤，不要怕他们。今天嘉吉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的人生，真的像是一个死里复活，走到一个绝望，走到一个谷底，但是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话激励我们。那我们到底要怕什么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后面，请。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再一次，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请问，谁可以在地狱里毁灭人的身体？谁可以在地狱里毁灭人的灵魂？我们会说是撒旦，但是不是撒旦，那表示我们要怕撒旦。不是，是我们是神，是神，神让人因着耶稣，信耶稣的可以得着永生，不信的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耶稣说他不定人的罪。硫磺和火湖当中，唯有那在地狱里面能够毁灭人的身体、毁灭人的灵魂，才要怕他。今天是复活节，在我们的复活节，我们教会有准备复活的小卡。这个小卡呢，上面写着它是复活，它是生命。如果你在进来的时候拿到，你可以稍微拿出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25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的话呢，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听进去。如果你没有拿到，等一下出去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记得跟复活蛋一起拿。但是在这小卡背后呢，还有3句话，给小朋友的：耶稣像是最亮的光，能够赶走所有的黑暗，保护你直到永远。给年轻人的，死亡不能终结你的价值，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还有给年长者的，身体虽然会衰残，但主已经为你预备更美、没有泪水的家乡。我的永活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啊！而希望你不是只有拿1张，希望你可以再多拿1张，至少再多拿1张。这张你可以自己留下来，夹在圣经。另外1张可以拿去送给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或是你的仇敌、敌人，和你关系不好的人，可以透过这张祝福卡来祝福他，让你们的关系或是疾病都能够经历死里的复活。不要忘记，我们都要经历这7个神迹：2人同心，还有呢，全家信主，还有工作无缺，生活有目标。还要突破信心，并且还要有超凡的眼光。而最后给我们的彩蛋就是死后复活。将来有一天，我们死后都要复活。在小组的分享当中，我们要来分享。有一天我们在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在告别式你为什么能够这么样的平安？为什么呢？还有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但是要怕的是神。我们要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来做礼拜？你为什么要奉献？你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每天早上读经、写灵修笔记？不是你怕人、怕魔鬼。我知道很多人会怕牧师，看到魔术会惊，
为什么呢？牧师会叫你读圣经啊，好，叫你祈祷啊，好，牧师会叫你上台服侍啊，好，看到牧师刚刚看到，不是看到耶稣，变看到鬼啊，好，但是好，这些是为你好。我也希望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不要看到鬼，好，而是知道，因为你有去遵行耶稣的话去做，而我们要彼此来宣告、祷告说。某某某，你是耶稣所爱的人，你必永远不死。你知道你旁边人的名字吗？知道，不知道？现在问他一下。好，然后呢，跟他宣告：某某某，你是耶稣所爱的人，你必永远不死。请，你是耶稣所爱的人，你必永远不死。好，反过来换你宣告，来，再次：某某某，你是耶稣所爱的人。你必永远不死，阿们。当我们相信我们永远不死，你会觉得死没有什么好害怕，它只不过是睡一觉而已。第二个，我们要宣告，我们一起来读：信耶稣必不死，信耶稣必复活，信耶稣得永生。再一次，信耶稣必不死，信耶稣必复活。信耶稣得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来到你的面前来聚集。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神迹要不断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我是 I am 要不断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和每一刻。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要感谢，因为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虽然会变老，我们的人生虽然会拄到破病，甚至我们的人生会拄到癌症，还是拄到困苦。拄到最这的艰难，甚至走无路的时阵，但是主你的话会当拯救阮，会当帮助阮，会当引带阮，系阮，互阮会当出黑暗，进入光明。愿主你的话来跟照阮大家，互阮会当成做上帝光明的囝儿，会当行伫主你的跟照的内面，会当来见证各位主耶稣。阮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圣诗98首，基督国我唱和撒那。请起立。基督国我唱和撒那，天主最伟大的基督国我一切受造，点睛梦也大喜气，写看旷野沙漠中间，一盏大树断开花，伊的树也风声稳定，后标听堂响无煞。基督国我得着分子，对绝望心起过去，新早行伫喜乐中间，灵
济。咱即时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甲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将一切感谢和荣耀归给你，你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因此你的怜悯，你差遣你的宝贵爱子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和永活的盼望。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都是出于你丰盛的恩典与慈爱。主，我们谢谢你。现在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将我们当纳的奉献献上，也将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谢谢你爱我们，也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看顾与保守带领我们。愿他这些奉献也引导我们有敬畏的心，能够来运用你赏赐的一切来建造你的国。谢谢你，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有新的命令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如同你爱我们一样的生命，让人们可以从我们的彼此相爱中看见我们是你的门徒，是你的儿女，看见基督又真又活的生命。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首先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的来宾，请问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来宾吗？请站起来。请起立，请站起来。都没有第一次来哦。我们今天有从那个拉斯维加斯来的这个 Grace Church 的执事潘宪章执事跟陈云清执事他们从拉斯维加斯也回来台湾来探亲好，请坐。我们欢迎你。也跟旁边人跟他握手说复活节快乐 ，Happy Easter， 复活节快乐 ，Happy Easter。好，下一页。好了，我们那个插花培训招生啊，在7月、8月有开那个初级班，那还有5月、6月会开进阶班。那这个部分免学费，但是你要自付花材费。那报名的详情请见那个1楼的一个公布栏。那下主日4月12号是4月份的一个庆生会。
那生日的名单，然后我们请看我们周报的第2页。那松道讲座在4月8号星期三，在10点半到12点会有这个主题是预防长者失智的中医保健的一个讲座。那讲师是黄英杰中医师，那欢迎来参加。4月19号1点半到3点半，在新堂会有志工的成长训练。那主题是防灾新力量，志工的使命与角色。讲师是方伯君督导，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第2区好土小组吴琼媛姐妹的艺术个展，那时间是定在4月1号的星期三，然后到6月30号。那在地点是在交通部的民航局飞航服务总台，在北管一廊的行政大楼。那请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不吝赐教。林志安弟兄与吴欣与姐妹已在4月2号星期四公证结婚，愿主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及双方的家庭。好，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首先，我们用台语一次，然后以华语一次的方式。首先，我们来读台语，我们一起来读。上帝愿意同伊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伫遐听世间。约翰福音3章10。来华语。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约翰福音3章16节。好，跟你旁边说，上帝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上帝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当我们在今天的聚会要结束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要带着复活的生命来走天路。不论你的人生的道路现在走到何处，你的电量还剩下多少，但是神知道，他用无线充电给你充电无限，让你在人生当中能够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祷告、来宣告，神要给我们永活的盼望。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领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是的，主耶稣是我们永活的盼望，还要带我们冲破黑夜，让他们看见光明的将来。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喜在永在神，将杯子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你的赦免，万王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我愿永属你，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掉锁链，黎明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有我盼望，主耶稣有我盼望，再次宣告主耶稣有我盼望。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帮助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死后必复活，为荣耀的主做见证，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阿门！让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我们的敬拜来归给耶稣。谢谢神赏赐的新自由、新生命。好，一起来拍手。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记录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请坐。好，在我们今天要离开之前，请大家记得，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出口来出去，好，来领取一人一颗复活蛋，以及呢复活节的纪念小卡。好，那也请弟兄姐妹好能够帮忙把椅子能够叠起来。好，那橘色的椅子呢，请留在原地。我们彼此来请安。好，愿神来祝福大家。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已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好，谢谢大家。好，那橘色的座椅请不用收，我们收灰色的就好。